其實我做咗廿幾年金融相關嘅工作咧，特別我啱啱入匯豐銀行嘅時候，其實經歷過一啲咧金融規則上邊，唔好話客戶蝕底啊，而係喺一啲既定嘅規則之下，其實有啲都幾悲慘嘅金融案例。咁今日同大家分享一個咯。咁講緊係以前咧，香港係仲有遺產稅嘅時候，我係認識一個客戶咧，佢係點咧？佢係富二代嚟嘅。爸爸好有錢啊，不過90年代尾就過咗身啦。咁當其時香港仲有遺產稅嘅，咁發生咩事呢？就係稅局係咁嘅，要先交稅，然後解凍遺產。舉個例子咧，當其時佢爸爸可能剩翻啲股票啊、資產啊有1億左右咯，咁所以佢要交可能求其啦，你當20%嘅遺產稅，咁即係話佢要交2000萬稅，然之後解凍嗰1億嘅資產。咁但係呢，有個比較特別嘅情況就係，你要由一個老人家身故攞死亡證公告有冇爭人錢，成個經歷完結晒呢件事呢，其實都差唔多成年。咁呢年入邊發生咗咩事呢？呢年入邊就係90年代尾呢，科網股爆破，股票急跌，最後跌到佢嘅資產係少於2000萬。咁最後屋企人係要周圍借錢啦，去解決呢個問題啦。即係簡單啲，可能借咗2000萬翻嚟，但係交咗遺產稅，然之後攞翻千幾萬嘅剩餘資產。咁就所以其實佢唔單止冇留低錢俾後代，仲搞到下一代一身蟻。唔係話呢個政策有啲咩問題，而係有時我哋如果好熟悉金融嘅政策或者政府嘅規矩，其實有時可以做一啲規避，唔係話避稅喎，可能簡單啲你整份保險啦，令到啲後人可以即刻攞到錢啦，諸如此類，或者信託啦，都係一啲咁嘅方案。而當我哋覺得自己好有錢，完全冇規劃過任何嘢嘅時候呢，可能係會變咗一啲蘇州市，或者搞到好複雜嘅情況，係你走咗之後，後人解決唔到，呢個係第一個可能性。第二係你自己未走嘅時候都搞到一身蟻。咁所以呢，無論我哋香港或者國家嘅金融政策，其實都不斷更新改善。咁所以大家除咗即係話投資啊、賺錢啊，即係淨係諗住個數字之餘呢，其實都真係要熟讀下一啲金融相關嘅政策或者法例啊，避免自己跌落一啲咁大嘅黑洞入邊咯。